來看台北市長的選戰，民進黨台北市長的參選人沈碧陽是去北投拼選情，也咱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去宜蘭甲花蓮輔選。不過今仔日早起宜蘭的輔選行程煞是遲到。蔣萬安是講伊想袂到講拜六早起的塞車塞甲遐爾嚴重，也那沈碧陽就打這點甲蔣萬安堵，講這拜六去宜蘭的塞車是人人知的，掌握交通真重要。怎麼樣？甲民眾翕相，也有支持者佇邊仔畫口號。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碧陽，啊，共黨議員同齊到北投強標參拜，也到市場掃街繼續清走基層。對處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到宜蘭輔選。民眾送包仔祝賀蔣萬安要替黨內宜蘭縣長參選人郭宗賢造勢，也毋過表定8點15分掃街，蔣萬安選佇8點55分才出現羅東城隍廟，繼續同齊掃街行程。蔣萬安造選遲到，也真做公放議題。抱歉，因為早上塞車，我沒想到今天排到塞，但是不盡快，還是趕到。那等一下會陪中線一起走一下外市場。禮拜六往宜蘭塞車，這好像是大家都蠻知道的事情，我都會提早出發。對於這一個交通的掌握，當然是十分的重要。蔣萬安唔但到宜蘭輔選15下晝下趕去花蓮參加團結島國同心大會造勢活動。沈碧陽閣一擺表示，蔣萬安島國的目的是改善國會，選擇到花蓮可能有其他的目的。蔣萬安這個事情看起來很明顯嘛，就是說他覺得立法院表現不好，他對傅崐萁顯然很有意見，而且還專程過去告訴大家傅崐萁到底有多大的問題。蔣萬安實在太嗆了哈！這一次發生這麼大中聯獨有的事情，人民的期待以及最基本的要求，賴清德總統應該要道歉，行政院長來負起政治責任。根據 TPOC 台灣基地研究中心的最新數據，台北市長選戰民調蔣萬安支持度48.4%，沈碧陽是33%，兩個人差距縮小到15.4個百分點，沈碧陽過贏。伊佇打擊民眾是縮小差距的關鍵，目標是勝選，也毋過有44.2%的台北市民不滿。兒童虐待甲保護機制表現，蔣萬安表示，任何民調數字攏會參考，會繼續努力替市民爭取上大的福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